后来，这个台北市这2、3天拢是咧帮85岁以上的时代咧注意放射，但是并无提供到大巴士或者是客停车来接送到行动无方便的时代，都有热心的民众来发起着送老人去注疫苗的活动。发起人陈胜文号召着15个志工，请里长来提供需要帮助的名单，目前已经接送到100外个时代去注射了。遮尔热的天气，时代为着要注疫苗，搁伫高温出门，有车坐唔免晒日头，无车坐搁要爬行。还蛮吃力的，还有外劳跟我2个一起推。有民众坐温来，搁要煞坐轮椅的时代，而且搁要对万丰高中头前的行一直行。另外，嘛有家己大时大人无人陪，干那一个人。大多数都没有使用网络嘛，或身边没有小孩子，所以他才没办法预约。所以我有观察到说，在这个时段很多的独居长者，那在那个时段，我们有派出车子来帮忙再接送。因为台北市府无安排巴士或者是客停车队来接行动不便的时代，送老人注疫苗活动的发起人陈胜文，找15位志工专门送倒机的时代，或者是行动不便的时代。拜二开始，干那一个人就要载15桌左右来分担里长的工课。干那会使尽力来斗3工，嘛唔忙以后若是有搁较大规模的注射，市府会使量早和在地里长佮医疗院所沟通，动线嘛要改善，才会当互注射的过程搁较有效率。